三不海啊！嘿啊，你条哥，哎，迄个小唐，小要有你进来的讲，没可能啦。该相声的节目啊，不可能做电视节目，就算能做也不长命。哎呦，我哋唐到人嘅，就是我唔敢呢個，愛做唔愛做，點樣用愛做唔嘅，用都市台用啊講聲嘅，哦，唔係講出來啊，平安就好，唔係啊講出來以後一出一多幾太幾，哦，你聲音就會成日作品啊。我相信你做拖延，你做節目也沒重要，哦，排練一做播出，哇，真係咁得意。我喺度拿到一段劇本嘅時間哈，我冇法度講直接就用客家話用配，一定要用國語啦配熟，直接用客家話啦反轉來。有時我讀到嘅東南講嘅詩，就會有困難度。來講啊，係大都市啦，唔過對分人來分人拿，就走到你咧那個泰山亭啦，哈，飯店嘅門口，亭對不起，亭。三只小豬，三只小豬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怎麼變成成語？真是部長說的，我沒辦法，我沒辦法。所以舞台嘛是享受，因為觀眾他有互動，有觀眾一些撞聲啊，有反應啊，你就知道哇，會比較嗨嘛，一定。那昨天是吧？因為給到地方明明抵擋後燒，不過因為沒有現場的那個做後置，所以你就知道個就反應就沒有那麼強烈。一般来讲，莫大字报了，一个很大字报，该容嘛，唔错噶，因的表现有声音表情，还有本身的表情啊，做什么是什么，做谁来是谁来呀，因为面来冇强样，手来冇强样啊，但步伐有蛮冇强样，该照念是冇嘞。上下子这个冇课些了，去到學校跳先，咩要只該定啦，都喺邊錯人字都喺念。按報妹哦，有家長是講啊，喲，啲合體國小該跳先用特擺要計已經都喺寫念，嗰到底係電啊嘛，報妹上啲係嗌啊，家時都喺陪啊，那個特什麼意思？不是停頓，剛好是。俗話說，人無遠。打人就闪板的意思，后起拍子啊。俗话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打人无远虑，打必有近忧。爷爷愁，有个2天见不得孙子就难受。英雄呢？哦，怎么唔见呢？提到白个时间，我是做些个时间，就是上下个台词呗，哈。啊，这样可以当然冇选啊。啊，經常我想，你幾番用上講不較好，較有抗美啊。小三們出蟲，講夜裏來呀，是新年，長順阿哥啊，金毛秀。我感覺做戲哈，唔是隨便個劇本哈，表現也個感情，有嚟機會啊接觸嚟戲劇哈，我相信到時哈，你笑法唔像普通人嚟，聽出來太笑。我講呢種嘅，同時間用口嚟呢種感覺係好好。是唔考當啦。全產哥唔敢同人哋寫，下拜託唔啊，多同人哋批評指教好，我唔敢啦，大家互相。想表演的話，你是同一個想表出來的話呀，其他唔是管啊。那講天時行嘅話，除了想之外，就是那個行為哈。個有當定鏡頭嘛，鏡頭加見啊發喺面上，我是講我反正係就都當到啦。去講對了，用下先，笑啦。有得什麼人啊？佢歐鳥呢？佢咩安尼？咻，哦，一下就抽3獎，看佢通解呢。唉，唔過啊，係為個大學考70分，同體育前考80分嘅同學。因為那公司的好同同學考90分嘅同學好合作啊！呢讀文書本嘅就普通公布啦，抄答案考100分嘅同學。3、2。
大作家喺從起來，向前朋友看過來，要生白，要地色，要鬧熱啊，要生氣。半夜一擺看過年啦。你目前嘅是從你班人你偷擺客家種，就覺得客家種地唔到咧，要大到東到冇強容強頭，冇強容提起，類似冇強容提風嘅客家人，大家強到強下落大到呢一片咧，是從你大家都打嘴鼓啦，大家都強下料啦，要順下看到落原來你客家話係神奇，客家文化係豐富。個話嘅客家嘅十大嘅啊，正式冇簡單，共傳嘅門路。